匯豐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，市場普遍估計香港銀行下半年減息空間有限。至於一個月拆息急跌近1厘，實際按息跌穿 H 按封頂息，銀行資金成本寬鬆下，反而有條件考慮減封頂息率。杜楚橋報導。美國繼續唔減息，本港三大發鈔行之一嘅匯豐亦都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，將最優惠利率維持喺5.25%。有按揭顧問相信，本港最優惠利率舊年累積一定減幅，透支部分減息空間，估計今年下半年香港最多只會減息0.25厘，即係按揭利息下調去到3.25%。其實咧，之前咧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咧都偷步咧減咗幾次啦。我哋覺得咧，其實最終咧個優惠利率咧係好難咧可以低過個5厘，因為咧睇翻咧5厘已經係加息前嗰個最優惠利率水平啦，同埋咧未加息，同埋之前咧係好多年咧都係做喺5厘呢個水平嘅。咁所以咧呢個應該係一個貼底嚟。咁由而家5.25厘會唔會可以係調低到去5厘咧？咁就要視乎翻美國減息嗰個步伐。至於港元拆息繼續向下，樓按相關嘅一個月期拆息大幅跌近1厘，報2.09厘。以目前主要銀行 H 按 H 加1厘3計，實際 H 按息3厘39，已經跌穿普遍封頂息3厘半，係業主2年嚟首次無需供封頂息。莊錦輝相信短期一個月拆息下跌趨勢持續，甚至有機會跌穿2厘。同時，由於銀行資金成本寬鬆，相信有條件考慮減 H 按封頂利率。我覺得咧，佢如果個 H 個 HIBOR 咧係繼續下跌嘅話咧，咁佢係有條件可以減嗰個 H 按嗰個封頂利率嘅。因為之前咧嗰個 H 按嘅封頂利率一直唔減，甚至係加咧。因為 HIBOR 咧其實咧係令到嗰個 H 按嗰個利率咧係一直高企於嗰個封頂利率上面好多。咁由於資金成本嘅問題咧，所以佢就變咗咧嗰個封頂利率係要加，亦都減唔到落嚟。就算減息週期開始，咁但係而家咧，因為 H 按嗰個利息咧已經係低過封頂利率。如果佢繼續下調嘅話咧，咁銀行咧係可以將嗰個封頂利率跟住嗰個 HIBOR 咁樣下調翻落嚟。假設貸款400萬分25年攤還，以封頂息計 ，H 按每月供款19,700幾蚊，比起之前封頂息率每月供款減少235蚊。有線新聞盧楚橋報道。